他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让社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哦？主要的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以来，甚至于在过去哦，他都一直以庶民的形象来展现自己。那这样子的最近的事件跟庶民形象是有些落差。那我想要请教一下，韩国瑜是被曝曾经有买过豪宅，然后他今天在脸书上面指控说，他其实他的个人资料有被侵害，甚至国民党也反过来批评说，总统府下的房产还要更多。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那大家不要忘了，前一阵还有追踪器的问题，这个东西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另外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让社会有这么多的讨论主要的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以来，甚至于在过去他都一直以庶民的形象来展现自己。那这样子的最近的事件跟庶民形象是有些落差。那至于我的财产，我从任公职以来，我都一直有申报，这个也都是社会知道的事情。而且都是长期持有，而且都有信用。不过我们刚刚说就是庶民的形象的落差是哪一个部分？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可以负担得起。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我传出罪犯下的官司叫宣布裁来，可以请问是怎么解释？这一题答案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会在最适合的时间提出最佳的解决。请问局检会接靳总的主委吗？局检会接靳总的主委吗？这是谁说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里，总统想要请教一下，有国小的主任，然后他批评韩国，可是现在被罚要写3000字的新的报告，是怎么看？这个是听起来怪怪的这个批评蔡英文跟蔡英文政策的人很多，可是从来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的社会是民主社会了